加拿大移民部喺2026年5月4日推出咗一個令人啼笑皆非、摸不着頭腦嘅移民計劃。喺討論區咧就引起罵聲四起，到底點解呢個移民計劃會引起咁大嘅迴響呢？今集就同你拆解一下佢離譜之處。睇片之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嘅移民資訊咧，你就會知道㗎啦。大家好，我係 Alex 浩昌移民嘅創辦人 Angelo 羅立剛，一個已經有30幾年移民經驗嘅移民顧問。2026年5月4日，加拿大移民部長宣布咗 TR 轉 PR 嘅移民計劃。只要你符合以下嘅條件咧，你嘅永久居民申請就可以得到快速嘅處理啦。呢個計劃一推出咧，就令到好多 Stream A、B 申請人咧非常之不滿，甚至乎連加拿大嘅移民律師咧都批評到佢體無完膚。點解呢個計劃會有咁多問題嘅咧？我相信主要嘅問題咧係大家對佢嘅期望都非常之大，因為好多加拿大嘅移民律師啦同埋 KOL 過去嘅時間不斷咁洗腦式同大家講 TR 轉 PR 嘅移民計劃。講到成個計劃咧，好似已經落實咗咁，甚至乎咧有啲好可愛嘅移民律師或者移民顧問已經同客人簽埋約，只係等個計劃一推出就幫佢入紙啦。其實加拿大移民部咧一路以嚟都係只係講佢哋計劃推出 TR 轉 PR 嘅移民計劃，一路都冇講過具體申請內容嘅。極其量咧，只係喺個 Immigration Plan 度提到個移民目標咧就係33,000個啫。又或者移民部長喺唔同嘅訪問咧都曾經透露過計劃嘅方向咧都會針對兩點嘅。第一就係解決短缺勞工嘅問題啦，同埋咧解決偏遠地區嘅勞動力問題。咁但係咧，佢亦都話㗎啦，有關嘅詳情咧，佢會容後再公布嘅。當期望越大，失望就會越大啦。其實成個計劃咧，我覺得根本唔係一個計劃，喺我眼中連 public policy 都不如。今次我相信大家都上咗寶貴嘅一課，所以咧，我想喺度提醒大家，就係當移民部冇公布詳情之前咧，大家千祈唔好胡亂猜測，或者咧盲目相信人哋話俾你聽，你可以提出申請。因為過去30幾年咧，我都領教過好多次加拿大移民部嘅奇招㗎啦。你有陣時真係估佢唔到嘅，尤其是係近呢10年，好多嘢佢哋都係亂嚟㗎。呢個所謂移民計劃咧，重點係解決農村同埋偏遠社區勞動力短缺嘅問題，同埋加快持有工作簽證又符合資格嘅申請人嘅永久居民申請速度。咁要符合啲咩資格呢？第一個要求咧就係已經透過省提名計劃啦、大西洋移民計劃啦、社區移民試點計劃啦、護理人員試點計劃咧，或者係農業食品試點計劃咧，提交咗申請嘅人。第二個要求咧就係已經喺加拿大較少嘅社區居住咗2年或者以上。我覺得重點之重係呢一句，根據呢個標準 ，IRCC 將向農村地區同埋勞動力短缺社區當中各個稀缺產業嘅申請人咧，授予永久居留權。其實睇完有關呢個計劃嘅公佈詳情，我估計有100年經驗嘅移民律師或者移民顧問都冇人知佢想做乜。就第一個要求嚟講，如果個申請人已經攞到省提名計劃嘅批准，等緊 PR， 佢點解要轉軚呢？根據 IRCC 公佈省提名計劃嘅評審時間咧，大概係9個月，可能最多係到13個月。如果我喺2025年12月先至提交我嘅省提名計劃永久居民申請，就算我要等13個月，換句話講，我依家嚟計都係等多8個零月就得啦。咁我轉嚟做咩啊？但係咧，Atlantic Immigration Program 同埋 Caregiver 嘅申請人咧就可以考慮下啦。因為現時嘅評審時間咧係36個月同埋83個月。至於 The Community Immigration Pilots 同埋咧 AgriFood Pilot 咧，由於冇公佈評審時間，所以根本就評估唔到值唔值得轉軚。第二個條件亦都係第二個問題啦，就係較少嘅社區工作2年，但係較少嘅社區嘅定義到底係咩咧？
係咪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定出嚟嗰41個 CMA 地區以外嘅地方，就算係較少嘅社區呢？定係需要另外用人口去定義較少嘅社區呢？如果係用人口去定義，咁幾多人口先至叫做較少嘅社區呢？我相信你入咗紙申請，個官自己都唔知要點做。而另外一個關鍵點就係最後嗰句説話啦，好多加拿大移民律師都覺得呢句先至係最服嘅。到底 in-demand sector 係啲咩嚟嘅咧？Labour gaps 又係啲咩嚟嘅咧？IRCC 係完全冇公布嘅定義嘅喎，亦都冇指引嘅噃。究竟佢哋搞乜鬼啊？我做咗咁多年移民，我都覺得呢個計劃存在好多問題，好多不可確定因素，我都唔係好建議我啲客人去申請嘅。我覺得連考慮嘅必要都冇，擺明係整啲嘢出嚟應酬下社會各方人士嘅需求嘅啫。最近我各方打聽同埋研究唔同省嘅省提名計劃嘅時候咧，發現好多省提名計劃當中嘅技術移民咧，已經係開始吸引申請人到佢哋嘅偏遠地區居住㗎啦，或者係對持有工作簽證已經喺嗰個省偏遠地區從事指定工作嘅申請人咧，提供相關嘅計劃㗎啦。當中阿伯達省咧就最積極㗎啦。同時咧，我亦都無意中發現咧，Nova Scotia 同埋 Newfoundland 嘅省提名商業移民計劃咧，一直都有接受新嘅申請嘅。如果你嘅預算又夠，又有興趣發展個人嘅事業，不妨考慮一下呢兩個省嘅商業移民計劃。如果省提名計劃都搞得掂，解決到個問題，而個評審時間又係9至13個月左右，咁我仲要 TR 轉 PR 嚟做乜呢？如果大家都中意今集嘅內容，記住 CLS 我哋有咩意見或者問題咧，都可以喺 comment 嗰度留言話俾我知。下一集我哋再見啦，拜拜。